大家成日話有補不如實補，但係你知胡知，其實最勁嘅補品往往唔係啲乜嘢高檔燕窩人參，而係喺我哋廚房街市隨手都可以買到幾文一斤嘅稀土。今次我想同大家講一個真人真事。我認識一位今年90有我嘅老奶奶，佢老人家行路胡，使人婦，耳不聾，燕不花，皮膚仲滑溜溜，黃絡最多是70歲。我前排住探佢，順便請教佢究竟有乜嘢長壽秘訣。佢笑呵呵同我講，佢幾十年嚟護食的昂貴補品，每日就係靠1粒試4個嘅稀土。不過佢食稀土嘅方法同大家平時煲相好互同。今日我就決定將呢個92歲奶奶嘅獨門稀土最新食法毫無保留公開俾大家。呢個方法比任何大補藥仲有養人，而且全家男女老幼都啱用，係真真正正人人都複製得到嘅天然長壽秘訣。講到稀土，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諗起稀實如神呢句中醫名言。冇錯，喺中醫教導，腎係先天之品，腎氣足，人就自然有精神、頭髮烏稀、骨骼長健。但係平時好多人食稀土，一係就拎去煲雞傷，一係就炆豬手。老實講，呢啲做法雖然好味，但係一來油脂太高，二來天天間食，好容易會膩；三來如果脾胃弱數數嘅人食得太多豆類，好容易會胃脹氣、放屁，甚至消化不良。咁樣一來，非但吸收胡到稀土嘅營養，反而仲加重咗腸胃嘅負擔。而我今日要介紹嘅呢個最新食法，正正就係解決咗所有傳統食法嘅弊端，只能夠將稀土嘅營養價值發揮到極致，又容易消化，最緊要係做法簡單，口感非常好，大人細路都去爭做事。首先，我哋要明白點解稀土咁神奇。現代科學研究已經證實咗，稀土除咗含有豐富嘅優質植物蛋白質之外，佢表面嗰層稀黐黐嘅豆皮，其實包藏住大量嘅花青素。花青素係一種超強嘅抗氧化劑，佢清除體內自由基嘅能力係維他命 E 嘅50倍，係維他命 C 嘅20倍。換句話講，稀土其實就係一種天然嘅防衰老聖品。90多歲嘅老奶奶同我講，好多人以為老咗就必然會眼花、記性差、體力不支，但其實只要你識得保養，幫身體做好抗氧化，你嘅血管、你嘅大腦、你嘅皮膚都可以保持得非常後生。而佢用嘅第一個稀土核心食法，就係將稀土演變成一種現代生活稀缺必備嘅養生神器，自製特濃三稀粉。咩叫三稀粉？顧名思義，就係將3種稀實嘅超值食物結合埋一齊。老奶奶嘅配方係稀土、稀芝麻同埋稀米，呢3種食物各自有唔同嘅功效，但當佢哋結合埋一齊嘅時候，就會造成一種一加一加一遠大於3嘅協同效應。稀土負責補腎長筋骨，稀芝麻負責潤腸通便、烏稀頭髮，而稀米就負責健脾養肝、滋陰補腎。好多人平時喺市面上買現成嘅五穀粉，一來驚佢有防腐劑或者添加劑，二來驚佢為咗口感加咗好多精製糖，實患血糖飆升。老奶奶教嘅呢個方法，完全係自己親手做，成分純天然，而且製備嘅過程非常自如。我哋準備呢個三稀粉嘅時候，比例好關鍵。通常我哋會用2份稀土、1份稀芝麻同1份稀米，即係如果用克嚟計，就係200克稀土、100克稀芝麻同埋100克稀米。首先講下稀土嘅處理，呢個係最關鍵嘅一步。老奶奶強調，稀土一定要選用清新稀土，即係雖然外皮係稀實，但如果你咬開或者剝開佢，裏面嘅豆仁係翠綠色嘅。中醫認為清新稀土嘅越幼同埋養生效果係最好嘅。如果裏面係黃色或者白色嘅，效果就會打咗折扣。我哋將200克嘅清新稀土洗乾淨，然後一定要用清水浸泡最少4個鐘頭。如果係冬天，甚至可以浸足8個鐘頭。點解要浸？因為豆類表面有一層叫做植酸嘅物質，佢會阻礙我哋人體吸收礦物質。浸泡可以激活豆葉面嘅酶，分解植酸，令到稀土嘅營養更容易釋放。而且浸過嘅豆炒熟之後會更加鬆脆，唔會硬邦邦。煎好之後，我哋將稀土撈起，瀝乾水分，跟住就係處理稀米同稀芝麻。稀米同樣稍微沖洗一下，瀝乾，而稀芝麻就最方便，用個試往西試一試，吹乾就得。好啦，跟住落嚟就準備一個乾淨、無油無水嘅大殼。我哋先用中火將殼燒熱，然後將瀝乾嘅稀土倒入去。啱啱倒落去嘅時候，因為黑豆仲有水分，你會聽到吱吱聲，
呢個時候又不停用荷鏟翻炒，等水分慢慢蒸發。當水分乾晒之後，就又轉做雲河，即係好事嘅河，慢慢去烘炒佢。呢個過程需要手耐性，大約炒到15至20分鐘左右。你會開始聞到一陣好濃郁，好似咖啡豆嘅豆香味，而且你會睇到稀豆嘅外皮開始微微裂開，露出月面翠綠色嘅豆仁。呢個時候就代表稀豆已經徹底炒熟、炒透。老奶奶話炒稀豆一定要炒到裂開，咁樣稀豆嘅燥熱之氣先會散出，食咗先唔會上火。炒好稀豆之後，將佢倒出嚟攤涼，跟住用同樣嘅方法用細火炒稀米，稀米炒到粒粒分明，有一陣陣味香，大約5至8分鐘就得。最後就輪到稀芝麻，稀芝麻因為厚細粒，極之容易炒壞，所以炒稀芝麻嘅時候火一定要更細，而且要手快，不停翻炒。當你聽到鑊裏面傳出啪啪嘅微弱爆裂聲，而且聞到好香嘅芝麻油味，就馬上又熄火，將芝麻倒出嚟，千前後後撩喺河度，因為餘溫都會令到芝麻變軟變糊。等呢3樣嘢完全放涼之後，我哋就可以出動屋企嘅破壁機或者長力攪拌機，將炒好嘅稀豆、稀米、稀芝麻放晒入去，過動機器，將佢哋打成極之幼細嘅粉末。喺打嘅過程中，你會見到黑芝麻嘅植物油脂同埋黑豆黑米嘅粉末融合埋一齊，成個廚房都會充滿咗一種令人好幸福嘅天然香氣。打好之後，用一個乾淨密封嘅玻璃樽裝住。老奶奶話呢，一樽就係佢每日不可或缺嘅長壽粉。咁呢個生稀粉點食法呢？老奶奶嘅最先食法唔係單單用熱水沖服咁簡單，佢每日朝早會有2大紳士嘅生稀粉放落碗度，然後揸手熱水攪拌成糊狀。最神妙嘅地方喺呢度，佢會喺肉面揸一小茶匙嘅純天然風味，或者揸1-2粒切碎嘅公棗。更加進階嘅生活稀客食法係每日較早煮燕麥粥或者沖洗牛奶嘅時候，直加2匙呢過生稀粉入去，咁樣做陳杯奶或者陳碗燕麥粥就會變成好靚嘅深灰色，入口充滿住濃濃嘅芝麻豆香。既有飽腹感，又可以全面補充一日所需嘅能量。老奶奶同我講，佢自從去到50有5，即係55歲轉化詞之後，就開始堅持每日食呢個粉。以前佢後生嘅時候，經常覺得手肘冰冷，一到冬天就住幾對襪瞓覺，而且頭髮喺40幾歲嘅時候就開始出現白髮。但自從食咗呢個自製嘅生稀粉之後，佢發現自己嘅體質慢慢改變咗。最明顯嘅係，佢到咗90歲，一頭秀髮雖然唔係全稀，但依然保留住好多灰稀嘅頭髮，而且頭皮好健康，完全冇有禿髮嘅煩惱。更緊要嘅係，佢嘅腸胃變得非常通暢。好多老人家年紀大咗，腸道蠕動變慢，精腸又靠食油或者用其他方法去排便。但老奶奶因為每日時稀芝麻同稀豆，入面嘅膳食纖維同天然油脂，將佢嘅腸道滋潤得好好，每日朝早都非常順暢。呢個就係脾胃好、腎氣足嘅最直接表現。除咗呢個朝早都食嘅生稀粉之外，老奶奶仲同我分享咗第2個稀豆嘅神仙食法。呢個食法安細，平時工作繁忙，經常要對住電腦、手機，容易眼睛疲勞，甚至有三高隱患嘅都市人。呢個就係改良版嘅醋泡稀豆。一講到醋泡稀豆，可能好多人都聽過，甚至自己都試過咗。但係好多人做完之後，食咗2啖就放棄咗。點解？因為太酸、太硬、太難食。有啲人自稱係用生稀豆去蒸醋，結果整出嚟嘅豆又腥又硬，食一粒都頂唔順。90歲老奶奶嘅做法完全冇同。佢做嘅醋泡稀豆口感係軟糯嘅，酸酸甜甜，非常開胃，簡直可以當成小食或者早餐嘅小菜。老奶奶嘅獨門做法係樣樣嘅，同樣選用優質嘅清新稀豆，分量大優係300克。首先，我哋將稀豆洗乾淨，呢次唔需要浸泡太耐，洗乾淨之後瀝乾水分，然後我哋將稀豆放入蒸鍋入面。冇錯，老奶奶嘅秘訣係用蒸，而唔係用炒或者煮。用大火將水收開，然後將稀豆嘅水蒸，大約30分鐘至45分鐘。喺蒸嘅過程中，稀豆會慢慢吸收水蒸氣，體脂膨脹，而且變得軟糯。你可以喺蒸到半個鐘頭嘅時候，拎一粒放入口度試下。如果有落處係粉粉落落，完全冇生豆位，就代表蒸好咗。用蒸嘅好處係乜嘢？一來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稀豆皮入面嘅花青素
同營養成分，糊會因為水煮而流失喺水入面。二來，蒸出嚟嘅稀豆口感非常之厚，糊會好似草豆糠，容易令人上火。蒸好之後，將稀豆倒出嚟，擺喺一個大盤上面，徹底晾強表面嘅水分。呢一步非常簡要，如果帶有新水，煎燥嘅時候，好容易會發霉變質。當稀豆完全冷卻，表面乾爽之後，我哋就準備一個洗乾淨、用滾水消毒過，而且完全無水無油嘅玻璃樽，將稀豆倒進玻璃樽裏面，大約裝到7克就夠啦。因為稀豆浸醋之後，仲會稍微膨脹手，跟住就去揀醋。老奶奶話，千祈唔好用市面上幾混支嘅化學膠對白醋，一定要用純糧食釀造嘅美醋或者陳醋。山絲老陳醋或者優質嘅香醋都係好好嘅選擇。將醋倒落玻璃樽度，份量一定有6個稀豆。大邱高出稀豆2至3厘米。處到呢度，老奶奶嘅美味武器就有出場啦。如果只係落醋，味道會好酸苦。老奶奶會喺樽裏面加入適量嘅純天然冰糖，或者2大湯匙嘅優質風味。仲有佢會切幾片生薑放埋入去，生薑喺呢度起到一個畫龍點睛嘅作用。醋本身係酸嘅，早收斂；稀豆係平性偏涼嘅，而生薑係辛溫嘅，可以散寒驅風兩胃。加咗生薑越去，一來可以中和醋嘅酸寒，二來可以溫補脾胃，令到呢個醋泡稀豆變得更加溫和。全家上殺，包括體質偏寒嘅女士都食得。將樽蓋封口，擺喺陰涼通風嘅地方，或者放落雪櫃冷藏。大邱浸泡1個星期，即係戚熱之後，你就會發現稀豆已經將啲醋鎖到飽一飽，粒粒都變得飽滿稀亮。呢個時候，改良版嘅醋泡稀豆就正式完成啦。老奶奶每日時呢個醋泡稀豆嘅時間非常固定，佢習慣喺每日食晏晝飯嘅時候，用一對圈正無油無水嘅筷子舀一小碟出嚟。大邱食5至8粒。佢同我講，呢個醋泡稀豆對佢最大嘅幫忙就係幫佢維持咗一對好精靈嘅眼睛。大家又知道90多歲嘅老人家好多一早就有白內障、青光眼或者視力模糊到連路都睇唔清，但係老奶奶到依家都仲可以自己穿新眼線，平時睇報紙都完全無視大老花眼症。中醫話肝開竅於目，醋越肝經，稀豆越腎經，兩者皆合，正正係保肝明目嘅絕佳拍檔。再加上稀豆裏面嘅花青素同維他命 A， 對保護視網膜、患者眼睛疲勞有極大嘅科學根據。而且老奶奶嘅大仔今年都已經有68歲啦。佢大仔以前因為工作關係，曾日有出去應酬，大魚大肉，結果處到50歲嘅時候，體檢發現自己有高血壓同高膽固醇，成日覺得頭暈眼花。後來老奶奶就教佢每日跟住食呢個醋泡稀豆。大仔堅持實咗大邱大半年，再去醫院檢查嘅時候，醫生都好驚奇，發現佢嘅血管彈性好咗，血脂同血壓都控制得非常理想。當然，醫生嘅藥物又自說聽字是舌，但係呢個醋泡稀豆作為一個輔助嘅食療，確實發揮了清血管、軟化血管嘅強大作用。因為醋酸可以擴張血管，促進血液循環，而稀豆裏面嘅植物固醇同卵磷脂可以有效抑制身體吸收壞膽固醇，幫我哋清走血管裏面嘅垃圾。呢個就係點解老奶奶話全家適用嘅原因。無論係防老防衰嘅老人家，定係工作壓力大、有三高危機嘅中年人，呢個都係一個好完美嘅天然護航者。可能好多朋友聽到呢度去問，稀豆雖然咁好，但是是咪人人都可以隨便食，無善至而食呢？老奶奶哈哈大笑，同我講：傻仔，邊霎間邊有東西係可以無治治黑世界？再好嘅嘢都要適可而止。冇錯，稀豆養生都有佢嘅禁止同注意地方。第一就係分量，無論係生稀粉定係醋泡稀豆，都唔好當飯食。稀粉每日周早1至2湯匙就足夠，醋泡稀豆每日時5至10粒就最理想。因為豆類含有高蛋白質同豐富嘅膳食纖維，如果一次過食太多，反而會增加腎臟同腸胃嘅負擔。第二係針對特定人群，如果你係處於痛風發作期或者尿酸指數非常高嘅朋友，就有小心啦。雖然稀豆喺字目當中算係營養好豐富，但佢始終含有一定嘅嘌呤。雖然有現代研究話字目性嘌呤對痛風嘅影響冇動物性嘌呤咁大，但喺急性發作期嘅時候，都係建議先暫停食豆類。另外，如果患有嚴重心臟疾病
需要嚴格限制蛋白質攝取量嘅病人，食稀道之前一定要先諮詢你嘅醫生或者註冊營養師。除咗呢兩點之外，對於絕大多數嘅普通人、上班族、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嚟講，稀道都係一個極佳嘅天然食物。老奶奶仲特別提醒我，養生最驚嘅就係生翼打魚，兩翼曬網。好多人睇橫篇好興奮，去買齊材料，整完出嚟實咗2日，覺得好似冇乜即時變化，就將個玻璃樽放喺廚房角落，逃至到過期。老奶奶話：天然飼料唔係私藥，胡會食一粒就即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佢之所以能夠喺92歲高齡中保持到咁好嘅身體狀態，關鍵在於堅持2個字。佢將時稀豆變成咗好似刷牙洗臉嘅日常習慣，幾十年如一日，身體自然會喺漫長嘅歲月裏面俾翻最好嘅回報你。講到呢度，我想用一個更加現代嘅科學視角，幫大家拆解下老奶奶呢套稀道最先實法背後嘅生活稀缺邏輯。現代人生活節奏咁快，如果每日要你花2個鐘頭去煲複雜嘅中藥或者養生霜，老實講，大部分後生仔或者雙職家庭都做唔到。而老奶奶嘅生稀粉同醋泡稀豆，真正符合咗現代健康法則。你只需要在周末嘅時候花大約1個鐘頭嘅時間，一方面將稀豆、稀米、稀芝麻炒好打成粉，另一方面將稀豆蒸好倒入醋樽裏面。呢1個鐘頭嘅勞動就可以為你同你屋企人準備好做1個月嘅養生精華。每日朝早用30秒時間舀2匙生稀粉沖奶，每日試驗用5秒時間加幾粒醋泡稀豆。呢種極低嘅時間成本，令到呢個長壽秘訣變得極具可行性。而且呢2種實法非常完美下補咗周早嘅生稀粉，提供了豐富嘅優質植物蛋白、碳水化合物同埋好脂肪，為你開 good 煲充滿活力嘅一天。呢個中醫叫補腎補髓。中午食嘅醋泡稀豆，利用醋嘅酸性幫助消化晏晝飯嘅油膩，同時生薑同醋加強了氣血嘅運行，活血化瘀。呢個中醫叫調氣活血，一步一調，一陰一陽，完美配合。我自從去完老奶奶屋企，聽完佢呢番分享之後，我自己都親自實踐咗呢套稀道最新食法，大休3個月。我自己最直接嘅感受係，以前下晝2、3點鐘坐喺電腦前面，好容易會覺得好攰，眼前塞，甚至腦袋一片空白。但自從每日晏晝跟住食幾粒醋泡稀道之後，下晝對眼真係冇咁容易揭，精神狀態都穩定好多。而且我以前每逢轉治，皮膚都容易乾燥敏感，依家皮膚嘅光澤度明顯好咗。呢個我相信係稀芝麻同稀豆裏面嘅維他命 E 同抗氧化成分發揮咗作用。所以我今日口想將呢個既省錢又安全而且效果顯著嘅長壽秘訣分享俾大家。我哋尋日行街買護膚品，幾千蚊1支精華素，或者買幾千蚊1盒嘅保健品，但其實最好嘅保養品一早已經寫咗喺我哋老祖宗嘅智慧入面，就擺喺街市嘅糧油雜貨鋪度。大家不妨今日或者呢個周末就去買返斤清新稀豆，1煲稀米，1煲稀芝麻，同1支好嘅陳醋。跟住我篇裏面講嘅步驟，為自己、為爸爸媽媽或者為公公婆婆親手製作呢2款稀豆長壽聖品。當你開始將呢個習慣融入生活，你會發現健康同長壽其實無需要好昂貴，亦都無需要好複雜。最後我想同大家講，養生從來都唔嫌遲，無論你依家係25、36，定係已經步入50、60嘅黃金年華，只要你願意由今日開始改變飲食習慣，去好好愛惜自己嘅脾胃同腎氣，你嘅身體一定會用最健康嘅狀態嚟答謝你。希望大家都可以考試呢位92歲嘅老奶奶，學得健康，學得精靈，無病無痛，開開心心享受每一天。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實用，幫到你或者啟發到你，記得同身邊嘅屋企人、朋友分享，等大家一齊掌握呢個全家適用嘅長壽秘訣。我哋一齊由食1粒稀豆開始，健康活到100歲。